这个所在啦。要摕保障进前，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。我是大林创意超人队。好，来，甲大家介绍你是啥。大家好，我是冠伟。大家好，我是凯安。大家好，我是彩怡。大家好，我是古姐。小静，我今仔日哦，搁要来摕保障啊，是讲村长甲大虾拢无伫的，啊，你下面安尼吵吵，你是安怎？哎呀，啊，就我借迄大虾一本个红册啊，原本是讲2天就要还我，啊，结果还过规礼拜拢无还我，我搁做想要摕转来看，啊，台湾队你甲我想办法好无？你安怎做？甲伊讲，甲伊讲哦，甲老师讲，甲老师讲，甲伊阿母讲，甲伊阿母讲，英照。甲我阿母讲。哦，甲你，甲你阿母讲哦，啊，你阿母电话几号？伊还甲伊老母讲，叫阿母去甲你讨物件，安尼嘛会用的啊。若是我就会甲对方讲吼，拜托一下，我借互你的物件，我家己搁也袂看，麻烦你甲册害互我真正足需要。安尼哦，对方害互你的几率哦，嘛会较悬。哦，村长啊，你甲看，这本红仔册哦，就是遮尔好看，遮尔好笑，对不对？就好笑大哥，你真正足够劲啊！册你这个配对四小啊，更加好看。的啊，真。嘿哦，迄红仔册明明就我的，啊大个你哪会借互村长啊？我袂看的，拢无甲我问。是啊，大虾，迄是小金的红仔册，你哪会当借互村长安尼袂用是啦？啊无啊，我看当了精彩呢，我知影你要来提保障啊，等我看线，我再甲你处理。不要当我看啥哦。小静，我即马甲大虾讲几句话。大虾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是一直有人借物件拢唔害，这有可能会犯着侵占罪。之前啊，看迄新闻报道啊，有一个人吼，就是甲因朋友借电动啦，一直都唔害，结果伊告到法院就判伊罚9万块，9万块会当买9台个电动呢。来，行你，再加一包，再加一包表互你歹势。我再卖你。等者，我这买的时阵是拢新的咧，啊，即摆安尼油咧是安怎啊？啊，头先就哪14小哪看，迄无要紧，迄内面的内容拢无变。嘿啊，因为迄油安尼较好显啦。嘿啦。你安尼足垃圾的呢！我甲恁讲哦，借物件就是安害，啊你若是无害哦，对方嘛会感觉你这个人哦无守信用，而且毋是你的物件，你无这权利借出去，啊你若是用歹，你就是爱去赔偿，啊若无都讲道歉，啊甲朋友才袂去有伤感情，啊而且我想要请问这探险队，你敢有拄过这种情形？我小妹甲我借 MB 伊还我的时阵，就甲迄个 MB 用了断去啊。伊还好你的时阵 MB 用红灯，足粗残的。我甲恁讲哦，伫生活中哦，迄种物件、害物件哦，常常拢会发生。啊，譬如讲，咱会去图书馆借册，啊，毋过这拢有期限。你若是一直无害，有可能会罚钱。啊，若无就是以后哦，我借你册。所以哦，咱借物件一定要有礼貌，啊，佮有责任感。好啦，我知啦，真歹势啦。啊，你借我物件，我无好好爱惜。我以后我会改进啊，我拢会甲你的物件当做我的物件，我会好好爱惜啦。啊，小姐唔歹势啦，我唔知影这红仔册是你的，无我嘛袂安尼对待伊啦，无安尼啦，我买一本新的限你啦，好不好？哦，好啦，你哦才有心意哦，免买新的啦，这原本300卖你600。你讨位哦？嘿妹，莫安尼啦，咱公家看啦，好啦，无我斗出200啦。好。好啦，啊，多谢探险队啦，哦，带来这借物件的礼貌，啊，佮有一寡观念，今仔日，互恁来提保障准备好未？好啊！来哦，准备接招，音乐卡。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着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得甲我平较红呢。来咯，啊来新鱼啊，抢大片咯。头壳顶什么字，敢拢知影？知。来，大声甲念出来。册、包、文、符。真好。今仔日要考验的主题就是册包内面有啥物。
哎呦，小想看卖啊者。条条拢用到的物件呢。啊，反正有一寡咱料想袂到。好，我来甲恁讲，安怎来摕到大片？拢总有15尾鱼啊，4地有1块大片，8地就2块大片。啊，不过上主要的是恁爱新钓鱼啊，才有机会讲，知无？在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！出鱼啊！准备包。哎呀，看鱼哦哈，还菇。哦，袂歹哦。 MBK 啊，MBK 啊，哎，MBK 啊，调亮哦，调就酱。水出的。哎，来，课本，哦，厉害哦！来，我那个拼出来。哎，来，啊 bonus 啊，有奖完，有上完学生，无上完西施，安尼啦，厉害啦！给你包起来。快呢。 MBK，哎呦，厉害哦！哎，你袂歹呢，这个你无信心。 A B 扣，切。哎呦，来，除了叶吧，对啦！公地啊！家里压力。哎呀，哎呦，来，做叶婆啊，哎呀，标准，做叶好啊！包加油啊！哎呦，什么这3个字，这2个字， pass，哎呀，哎呀，加油！嘿，你莫走过头啊，慢慢来啊！小姐啊！你好等啊！你叫我这个靠啊，无你记弹。来，好爽，哎呦，来，好好弹，嘛有机会讲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咱的 bonus， 哦，大声甲念出来。有上完学生，无上完西施，敢有人知影是啥物意思咧？哦，请讲。学生比老比老师较厉害，哦，哎啦，简单讲就是安尼啦。来，搁继续看卖啊，搁来复习一下。这是啥？拼啊，啊，拼啊，即马看会出来哦。拼啊头先是倒一位随甲念 pass 的。啊一包，不是我，包啊，哎呀，哦包，哦是包啊。哦，你出包哦。好啦，啊你即马知影哦。来，哎呀，真可惜啦。啊，毋过哦 bonus 把奖摕去啊。来7题，加上 bonus 2块大片来。阿威你去睇。来，摕到大片大声个念出来。台湾的龙山比，是结果，来大吉利。两地你差一下，咁样摕3题。哎，2题尔咧，莫贪心哦。我你甲你头壳顶迄题拔起来倒好啊。切，好，第一关用摕2块大片，后一关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什么龙虎笋？咱身躯边定定看到生活用品，经过上挑的我，小动一个骹手，随便做好耍挑战。探险队，恁千万唔通看轻这的物啊！若是唔捌半项，可能就摕无保障哦。嘿嘿，准备接招！什么龙虎笋？咱来耍的时候，爱甲这杯子啊拍起来，拍起来你要用阿米的手甲接着，接着了你要读出这个字，爱念出来哦。啊，而且用这个字来做词。2题有1块大片，4题若拢对着2块大片，知无？知。哎呦，平常时有咧运动无？有啊，拢做啥运动？招标，招标哦。安尼你嘛是招标，拍野球应该是反应真好，所以你爱拍起甲接的哦，袂使用糊的哦。好，到底通啊摕到几块大片咧？现在个，来，哎，哦，伊是倒唱歪啊咧？什么字？好来，背什么？要搭你倒位？搭去了看头前讲爱哦。较定这道。
你弄两看快点，快点，看头前看了头，前面什么？地基、啊，什么地？土地、土地对。哈，来后一位哦，开始。哎呦，哇，你会当较轻呢。厉害，地无啊，勇气啊，勇气啊，继续，继续，嘿，继续来来再来，来，再来。哎，搁是地，你看我一款无共款的啦。什么？我大家看一个，安怎念？安怎念？好来，来个只，看要大你要打到一个，来，看头前讲，意见、意见好，啊，什么意咧？心意、心意对，来，拜来，拜。来，上问题啊，什么？好、好，来，来，大好什么？皮了再讲哦，好什么？好烟还是好？嘿，看头前，好么？好，来，啊，什么好？塞巴西北好对。后一位，来，我刚才在改杠诶。那都无。哎呀，嘿嘿，哎，哎，不赶快有啊！嘿，嘿，嘿什么？来大吉，再看头前讲，头前讲，体验啊，什么体？心态、心态对。过关哇！好，咱来看一个，来意，还有什么意？介、介意，介介好。还有头先是讲心意，可以。好意，天意、天意，天意。哦，来看卖啊，厉害厉害，四题拢对，汤啊摕两块大片，来请摕。大声点哦。金子、海鸥啊，好，这里哦。家己当英国就已经摕四块大片啊，上尾关准备接招，进来个。 Just do it！探险队来作答，留一题就会当对汤啊读一解，见读一解就有分数，加起来若到10分就算恁过关。嘿嘿嘿，我看恁也是困懵困，卖迷茫啦。 Just do it！伫个这个关卡开始进行哦，哇！今仔日探险队就想讲要甲我插落汤，我汤喷出去就对啊。恁足期待这个画面对不对？是。真期待，真好。啊，毋过就爱看恁实力有够遐无？哦。甲恁问一下，恁厝诶敢有咧饲动物？有有哦。狗啊、狗啊、猫啊，狗啊、猫啊拢有饲啊。有哦，辉弟哦，对动物有真熟悉，哈。所以对你这可能有帮助哦。嘿。 5分一块大片，10分我会喷起来，啊喷起来了，你就通摕2块大片，了解哦？了解。来，第一题，味菜题，请出。详细听清楚哦。身躯大大若水泽，四脚落落像丁哥，鼻仔长长若大蛇，耳仔看看像古婆，有一种动物。大象、哎呦，为什么感觉是大象？熊啊，耳仔长长。好，决定哦。嗯，大象，对唔对？哦。来，甲大家解释一下。安尼个听起来，大家拢知影，鼻仔长长像大蛇，安尼鼻仔，伊的鼻仔就长的啊。对。而且伊的耳仔看看，为什么不是古婆，是一种古婆什么？古婆玉就是华语讲姑婆玉，迄是咱定定伫路边会看到真大片无？啊，就亲像大象的耳仔共款，伊就像古婆，不是恁古婆，知无？了解吗？好啦，恭喜啦！你通啊选一空，看通啊摕到几分？有了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到底一空会是几分呢 ？Just do it！ 哦2分，哎呦，拜拜大家。有分数就袂歹啊。
猜疑。平常时啊，拢甲啥讲台语？阿哥，阿公还是阿哥？伊讲阿哥。阿哥，哦，感情袂歹甲阿哥练台语，啊，嘛培养感情，对，真好。好，即马要考的即个题目是甲台语有关系。台语题听好详细。小朋友详细听哦。阿明吼，伊的目睭互球牵着，啊吼，伊即摆迄支目睭吼怪怪无啥拄好，请问我头拄仔讲的话有啥物唔对的所在？听甲小可无煞煞对不对？村长人就好，甲你提示者，唔对的所在甲单位量数有关系。听甲小可无煞煞对不对？村长人就好，甲你提示者，唔对的所在甲单位量数有关系。唔知影。唔知影就讲唔知影，无要紧。要紧，要紧。所以你唔知影对不对？好啊，唔知影就唔对咯，歹势啦。不要紧，洪小晴甲你讲，你就知影。好，来，请讲。好，答案就是记唔对，因为我头拄仔讲迄支目睭，其实爱讲迄类目睭，啊，目睭的单位量数就是类。啊，类呢，咱会使吼用伫吼要拍开的物件，譬如讲目睭啊，还是一蕊花拢会使。哦，蕊，安尼了解无？了解。好啦，歹势啦，无我都调你算分数，多谢你要再等紧，啊，去一位。OK。哎呦，凯安，你平常时伫咧家己有特别介意食啥物物件无？萝卜饭，萝卜饭。啊，你有爱食菜色无？无。无吼，甲我同款。拄好。好，咱来出第三题题目。好啊。自然题，请出题。来，这番薯料理是百款，这番薯条大人囡仔拢就爱食。安尼这番薯条，我来问一下，咱食的是伊的筋，还是伊的肌骨呢？筋，筋，哎呦，为什么感觉是筋，唔是肌骨？自然课有教过。哦，自然课有教过，所以你的答案是筋，筋，对，唔对？对诶，莫着急。虽然你讲对啊，不过嘛是要听咱白大个来解释一下。对，无唔对就是筋，因为筋呢是番薯收藏这个营养分的所在，特别肥、特别大，所以食这个筋是上健康、上营养的，知影无？知影。好，通啊选一空啊。一空。一空。你要换者？好。好。我姐，就简单有去用洗去的呢。我姐。你少到底的啦，少讲话啦。一空。好。好 ，Just do it。四分。哎，你看我无甲你骗嘛，对无？嘿。人讲好的啦，真正是啊。啊，好，你会使转去。好。上尾一题哦，加油哦，听较真足的哦。时间题，请出题。小朋友详细听，拜五的时阵，我敲电话阿琪问伊有收到我的批无？阿琪讲吼，我这个昨日就收到啦。请问一下，昨日是拜几？拜四。搁摆算者。你敢算一下无？唔免，确定就是确定。无啊，伊的道理就是对啊。拜三。想要选拜三，即摆搁要改拜三。好，官位选的是拜几？三，拜三。拜三，对，唔对？啊，对啊啦。助理，来，请解释一下。好，答案呢就是拜三。是安怎呢？因为吼，我讲昨日嘛，对无？啊，今仔日的前一天是昨，啊，今仔日的前两天就是昨日，安尼知影无？好啦，选一空啦。哦，你家己选哦，别选一个，我别选哦我袂当去第四啊哦。吼，我袂选，我袂选。一空。倒一空。你的上下卡呀。伊即款即空的重要就是一块大饼甲两块，到底即空会是几分的 ？Just do it！ 哇哦哇哦哇哈！收起来啊啦，安尼是
分，几块大片？一袋一袋，刚刚他摕一袋，请摕。来，摕着大笔来念出来。来，你要摕啥？摕你爱食的。熊熊，好，来，大起你。好。好，好来吃，好去呀。来吃。好，三关拢行煞，摕到5袋大片，啊，不过敢摕到宝藏呢？进来个！东营国小的探险队，要来摕宝藏啊！5袋大片，啊，敢有想要耍位？啊？真的哈？你敢知你安怎耍？拢是三空，你敢知？对，安尼哦，手甲换咧。啊，我讲请背时阵才背哦，安爱背超过1空，超过10克才有准绳哦。到底探险队敢摕到宝藏咧？请背。哎呦，乌龟，啊！有啦，有啦，颁奖！来，送我恁阮的宝藏。咱的礼物是通行超级跑车。大风行，这这个风行呢，因为讲这就是啊，伊这吼是用空气动力，啊，伊上厉害就是吼，你第一项就是爱家己走，哦，因为走就是吼会有这个成就感。而且伊个胖脯啊，你一直甲啪，通啊走就远的，走远的。走到伊家己，等下拢做做会坐在等伊家己。无啦，伊就哪算哪行，就一路甲行转去啊。今仔日来参与落来，心情啥款？就欢喜的，欢喜，欢喜，欢喜，好胜，真趣味，好胜，好耍。好胜，真好真好。好啦，有欢喜有好耍上重要啦。爱继续讲台语好唔好？好，爱继续靠阿哥。你嘛是靠阿哥啦，我是问伊啦。哦，爱继续靠阿哥，啊，继续甲定定甲你讲台语的人，啊，加伴暖者，加培养感情者。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家爱台语。